好，來繼續來看台中市政府今仔日甲美國在台協會合辦着無人載具的論壇。市長羅秀燕講，未來會繼續向中央來爭取資源，打造中部將做研發甲外銷的基地。另外一方面，民進黨台中市長的參選人何欣順來指控，講伊伫6月底向主持會議的立法院的副議長江啟臣鞠躬6屆了後，才收到論壇的邀請函。台美合作，我們也將共同合作，為台灣打造下一座的護國神山。頭一擺，甲美國在台協會合辦無人載具的論壇，台中市長羅秀燕講要打造下一座護國的神山。未來台中市政府，我們會持續的向中央爭取資源，讓中部不只是研發製造的基地，更成為台灣無人載具產業研發、測試、應用以及外銷的中心。They are supply chain integrity and quality standards that, once cleared, position Taiwan's companies as the supplier of choice for the democratic world's drone needs. 美國嘛未少無人機廠商出現，朝野立委攏真關心國防的焦點。只是民進黨的台中市長參選人何欣順指控講，伊伫6月26日立法院會向主持會議的副院長江啟臣鞠躬6擺後，第29才收到無人載具論壇的邀請函。我之所以要鞠躬拜託，也是因為行政院版的無人機的特別條例也再一次被擋，在這個禮拜5聽說要處理，那我是希望可以順利。針對何欣順的指控，江啟臣無回應，是講國民黨家己提出2400個無人機條例，未採取常態性的公務預算，總統賴清德批評講，這是侵犯行政權，違反憲政分立。不止產業發展的部分呢，國民黨也非常負責任地提出我們的版本，而且我們的規模比行政院更大。是2400億哦。行政院版的無人機條例哦，它才是唯一能夠就是因應目前的急迫的國防需求。無人機條例相關的法源依據預算的金額，今仔所變成條約的論戰。